诗篇41篇，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。看顾善车人的人真有福气。伫患难的日，上主会救伊。上主会保守伊的性命，互伊伫地上享福。袂照对得的心愿，将伊交予因。伊倒伫病床，上主会扶持伊。伊破病的时，上主会互伊搁爬起来。我捌讲，上主啊，我有得罪你。求你怜悯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有得罪你。我的对敌用歹话议论我，讲伊一时会死，伊的名一时会消失。因来看我，拢讲白贼话，因心存奸恶。一个出去就四界甲人讲，所有怨恨我的人，一不自自议论我，因设计谋要害我。因讲伊的身躯有得着绝症，已经倒床袂阁起来。我所信任食我的饭、知己的朋友，竟然举骹踢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搁爬起来报复。我的对敌袂赢我就知你意爱我，因为我顺全正直，你会扶持我，互我永远徛伫你的面前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阿门，阿门。